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蘇。今日我哋嚟到呢度，位於街市，但又好驚喜嘅 apartment。Hello everyone，我係阿蘇，好開心馬年嘅第一條片就由我為大家聲音導航。農曆新年大假完結啦，終於等到酒店淡季，借此機會，今次就嚟到北角區，嘗試一間台主住咗好耐嘅 apartment。今次嘅 apartment 地理位置非常特別，正位於舊區街市區域電車路段，唔單止距離地鐵站出口大約只有5分鐘路程，沿途都充滿香港本土特色。只要時間啱嘅話，喺 apartment 嘅門口就可以睇到電車經過。亦都因為咁樣 apartment 附近完全唔缺飲食娛樂，甚至就喺 apartment 嘅隔離就已經有便利店，交通同飲食都非常方便，地理條件極之優越。由酒店 app book 房，淡季日子基本房間價錢大約為港紙嘅800蚊左右。apartment 全層禁煙，上房需要拍卡。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20平方米，由影片可見睇得出呢個係真嘅指實用面積，空間充足。房間設計偏日式公寓風格，採用全景落地玻璃窗，電視採用 apartment 自製系統。不過只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雙人床係 Queen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電插位。雖然呢度冇小廚房，但係呢度有洗衣機，就喺衣櫃嘅下方。浴室空間都同樣充足。呢度裝修完整度非常高，加上 apartment 係2023年落成嘅新式建築，呢度嘅價格一般都唔太平。奉勸一下各位，最好淡季先入住，價格會回落唔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新李，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。我未放喺呢個 channel 嘅，嗱，雖然遲咗少少，出片嘅時候咧，亦都可能過咗農曆新年嘅啦，但係我都喺度先祝大家身體健康先，身體健康非常之緊要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嚟到呢一間北角位於街市區嘅 apartment。嗱，我直接講啦，佢個品質咧，我覺得房間品質咧已經去到5星等級噶啦，係極度細心。呢一間房唔單止圖文相符，甚至乎咧，佢係我唯二嘅一間，就喺房間入邊就有一個洗衣機嘅房間。佢就喺衣櫃下邊，俾個衣櫃擋住咗。咁但係已經係非常難得嘅房嚟噶啦。而另外一個驚喜嘅點咧，就係佢鋪床，好驚喜。佢4個枕頭，我個雙人床4個枕頭，佢係已經有齊軟硬枕，有2個軟枕2個硬枕，係令個睡眠質素飛躍性提升嘅。哇！真係5星酒店都未必做到嘅。我同你講，我住過5星酒店。跟住落嚟咧，就要講下呢一度嘅缺點啦。嗱，暫時嚟講咧，我淨係揾到2個缺點。第一個就係呢一度嘅設計咧，係唔適合工作嘅，因為佢冇工作台。不過佢下邊咧有一個我哋住客嘅共享空間，咁嗰一度咧去工作嘅話咧就比較適合一啲。第二點，價錢，冇錯係價錢。嗱，呢一個品質去到咁嘅房，佢有咁嘅價錢，我覺得完全合理嘅。不過嗱，如果你哋想 book 得實惠少少嘅話咧，我利申先，一定要學我點樣咧，就係喺淡季嘅時候先好 book 呢一間 apartment。呢一度喺淡季嘅時候 book，我係候咗好耐啦。呢度淡季咧都要大概800蚊1晚嘅港紙。咁你如果非淡季嘅話咧，已經一定係每晚都超過1000㗎啦。咁所以就大家酌量衡量啦。不過我真係覺得佢呢個品質係值呢個價錢嘅。跟住
住就解答大家嘅兩個問題啦。第一個問題就係網速，第二個問題就係隔音。咁網速方面呢，咁我哋睇到有18Mbps嘅，18Mbps嚟講，睇片都 OK 嘅。但係如果你想打機或者做正經嘢嘅話，就唔係咁推薦。咁第二樣嘢就係隔音方面啦。咁拍攝期間，咁隔音我哋都聽唔到啲咩聲嘅。咁相信佢嘅隔音方面都 OK 嘅。希望解答到大家嘅問題啦。拜拜。問嘅兩個問題先，第一個問題係網速。